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，平常爱手天咩风做事，下个时节手老斯坦人大最久，不过你下爱问个小鸡强喵，还会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因为奥多麦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冲下落去了哦。你那边迄平农的保利，迄二腿救生、喙群、喙梅嘅一个客家种咧。哦，听讲那边个前摆啊，伊就要做沙皮的工作，我落去参考一下，看伊就做嘛该沙皮的工作。哦，做玻璃咧总条咧，看到已经闪闪过目喵，一天有客家银毛唔错咧啦。你那片玻璃已经250年嘅历史咧，我台地地就地安用认定，但系我要抽一个路线摆，老我小解一下，因为咧下闪闪过目喵，还有玻璃嘅历史，老文化背景，伊还蛮多，我先去摆事。总干事哈，是来红林啊，是，你好，你爱汉人嘛？我们是客家人，你是哪？你们是哪边？左堆的家东啊，左堆的从那边移居过来的。哦，你看你俩住又向外呛摸你俩三山国王庙，它的历史啊，是，哎，因为我看这个古色古香，那一般的建筑也不太一样。是的，对啊，它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起源？我们客家人所奉祀的这个神明啊，是以三山国王为主。对，金山、明山、独山。对，该外面有看到。在我们村庄是非常的灵圣。哎，总干事，我看到你这里有一幅艺术画，是，它是在讲什么故事啊？它是当时在巴窑那个地方发生了原住民杀害宫古岛的居民。因为我们杨有望是我们的祖先哦，信仰的杨，总干事你的祖先啦？是接到这个消息，然后他用了金钱呐，还有珠片呐，还有布啦，去把那些剩下的12个居民赎回来，我们保利住了10几天，然后演出民搞弯就出来。对，交换过来，然后住了12天以后再送回宫古岛。怎么那么好？怎么那么好？所以受到我们日本那个政府啊有一些颁奖。我们保利社区啊，还有什么产业吗？现在在发扬我们的黑豆腐。黑豆腐这个最棒了。哎呦，对于男人很有自信哦。对于吃起来对于男人特别好啊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身体要特别壮。你做的突然一宽嘛？是，可以。现在就邀请你们一起去看。好啊，是欢迎。在哪里？那边吗？就在这边。好啊，好，你带我去。好，走路会到哈。用走的就。保利社区，你的那社区发展协会。对，没错，保利社区发展协会。你好，我叫洪林。你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做那个古早味的黑豆腐。哎呦，对，不敢吃光了吗？可以哦，来欢迎。好香有味道。对啊，小心哦，很营养，黑豆腐比较营养。就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它开水，开水。要磨砂，奶不还没有。现在要磨成那个黑豆汁。
刚刚看福林的动作，哎，你以前小时候有做过豆腐吗？没啦，该做板啊，做那个板的嘛。哦，做板哦，一样的意思啊。一样的意思吗？哇，太厉害了，都得卖哈。哦，对，不错，可以来卖豆腐。可以以后，如果说美波 K 阳来我们保利，我们做卖豆腐的时候，可以来当我们的帅哥卖那个黑豆腐哦。姐姐，我现在比较想吃，我们赶快做。好啊。现在这个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？下一个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提到后面，我们那边已经锅子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到那边要去煮。哦，好啊。那个好，我来拿。煮开好，小心哦。OK，可以哦。好，那我们走后面。好。哎，就烫的哦。好，来2个手。那我们一起倒进去。好，倒进去。哦。这样子，它里面放一点水不会烧焦啦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主要是因为放水的话才不会烧焦。哦，香味跑出来了。很香哈，我们要把它稍微一下搅拌，才不会超微搭。对，好 ，OK。它现在还没有滚啊。对啊。我们旁边休息等它。我们休息等它滚了。红岭第一次来我们车城吗？哎，是。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风很大？落山风啊！落山风，哎呦，你也知道落山风哎。落山风啊！今天刚好也有落山风。今天刚好有落山风，所以风很大。所以两个姐姐是保利的社区发展协会。对，没错。那这样保利社区发展协会现在在推动的业务是什么？就是让长辈。就让长辈到社区来，让长辈走出门，然后来社区活动啊、吃饭啊、聊天啊。那还好，好险有你们在这个社区。还好，我们算是比较年轻的组合的社区的。有啊，18跟19而已啊。对，没错哦。啊，你来啊来。好啦，谢谢。那我们再过去后面看一下好了。哦，你也出现外加做的豆腐，五跳嘅豆腐，好，你啊温度比较低啊，故说该没有成型，无像你款适度嘅种豆腐，批款啊，批唔到，落山风向大咧，来咯，辣辣的，口感很绵密。大体给姐姐、阿姨他们在做这个豆腐，那个关怀据点跟时间，大家做的向用哎呦，大家来做同乐会啦。一方面还想为怀念那种过去头摆记得有做过了豆腐的记忆啊，一方面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活络啦。哦，也知道你啊个豆腐唔单像是好吃，还有文出啊。就是它的温度，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地方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有。汤理事长刚好你也来啊，汤理事长也在啊，我们张总干事也在。客家文化发展协会，你好，欢迎，你好。这里是什么庙？哦，这是义民祠。好，我们先参拜一下。拜一下。对，好 ，OK。请。好，咱刚当义民公，今日拄啊好，咱这个客家朋友，或者甲咱。采访啊，作弊，咱这个客家朋友来这吼会当作弊，咱的顺利。哦，姐，坐了一下，走了一下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，就坐下看。李师总啊，是。想问你，你很多义民祠哈，是。这个是盖好多久了？就
从我小时候就知道了嘞。好，小时候就有这个艺名词。但是村庄的长辈都把艺名词当作是万应宫。那时候这2年前，我就请那个现武的历史教授是来调查，他义勇，是我们客家先人牺牲奉献。因为万应公跟艺名词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是啊，万应公是算是好兄弟啦。哎，对，孤魂野鬼那种。对。啊，但是艺名词算是我们民兵军队。哎，对，这样子保护我们客家人那个生命财产。哎，我要跟我们村民来讲，虽然我们是台湾最南端的客家庄，既然知道我们这个文化了，我们来追随出来。哦，哎，追随出来。董先生呢，记得甲还蛮开始6月嘅时间，记得全部讲好路的哦。等下记得全部去客人，你来客庄，讲好路法的客庄，好，董天篇。系啊，该总干事你会讲客嘛？会。你会讲客？哎，会。你迄从细就会讲客，没，从就是6年我们成立协会以后，成立了客家教会的时间，刚开始好。开始好，开始看电视台啊。看电视台，看哪台？看客家电视台。看马赛节目？那个9点嘛，还可乐啥？还可乐啥？你有看哪一节目了？有。用排声呢？每个节目都看了，叫海可乐啥？海可乐啥？差不多了。哎呀，你迄96年，你迄包门七家对了客家有兴趣，要来推广了客家文化，你七家去学了客家给你演呢？对。哎，董有心呢？没。活到老学到老。应该做得到。该理事长，请问你啊，你夫群啊，还有哪个为什么老了、行了可以去玩一玩的？是我们的林顶公园，也是我们保利村的后花园。哦，也算一个秘境。后花园哦，一个林顶，山上的林顶还有水。哎，那是有一个奇迹啦，有水啊。对。不是在哪里？哦，那要从这边过去，刚好我们保利村的正后方啦，正后方。哦，对，从这条路。OK，对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OK，好，拜拜。谢谢。根本音乐中啊，俺就吃到那个总头迄动小暖动热情嘅一个味素。深山过王庙，拄到个总干事杨大哥，其老俺小嘅了深山过王庙嘅历史，还有了250年来了保利那个总头嘅历史老文化。每逢去到该沙溪，两位阿姊教俺做了武跳做嘅跳夫，虽然个形无暗显，但系同好生。最重要係佢哋嘅精神啊，佢哋會留了傳統嘅武跳夫嘅基因念轉來，還有了沙溪嘅向心力。藝名詞改變，佢哋會講好路話有一種違和感啊，就會講好路話，但係佢哋都啲佢哋會客家人，不錯，佢哋還有講到了同到客家嘅，佢哋想去推廣嘅事情，然後藝名也報告。我知道那個精神係同好嘅，希望有一日，保利那個總頭。世界有名嘅客家莊。